掌声欢迎金曲歌王许富凯。谢谢漂亮的阿梅姐，也谢谢我们屏东联合管乐团张指挥家带领，很开心这一次可以跟我们的老师合作，我非常的荣幸。我们再给他掌声加尖叫声好吗？谢谢。好，那今天呢，我跟老师们也要合作了几首歌，那这些歌我相信大家都会唱。那如果会唱的朋友跟我们一起唱，第一首带来快乐为出旁送给大家，谢谢。不够，这个尖叫声不是给我的，是给我们乐团老师们的。谢谢。好，刚刚第一首呢，唱的是比较轻快的台语经典歌曲《快乐会出旁》。那接下来呢，第二首歌呢，我相信现场应该有很多凤飞飞小姐的歌迷，举下手看一下好不好？凤飞飞嘞，你们都。有，好，很好。那我就带来这一首，我等一下，音控老师，我的耳机里面有其他人的那个音乐，我要唱的这一首歌呢，叫做《喝彩》，送给大家，谢谢。
占星还有很多歌曲哈、对这个是第一次，傅凯第一次跟我们屏东联合管乐这样子非常大的一个乐团的一个编制，第一次合作，对不对？对好，好听吗？我想大家应该非常非常希望看到你跟屏东联合管乐团再次的合作，是所以我们等一下来问一下我们现场的长官贵宾，我们以后可不可以邀傅凯跟我们屏东联合管乐团一起到屏东演艺厅来办一场演唱会，好不好？我们处长说 OK 哦。我看一下那个工作人员帮我拍照一下哈，这一些人他们都说好的哈，这个要来跟我买票，要买票进场听哦，好不好？真的好。哎，为什么说真的时候就这么小声呢、真的好。要不要买票进屏东演艺厅听？要不要？哇，好，太棒了。全台湾的各个大大小小的演艺厅，我大概都有去过，然后屏东我还没去过。真的哦，对哇！所以我也希望真的有这个机会，可以跟我们的那个屏东联合管乐团一起合作。然后，以往呢，我都是跟弦乐团合作比较多，那很少会跟到我们的管乐团合作。那我觉得这也是给我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机会跟功课。对，所以我希望长官底都位，长官底下。都谢给啦，处长我很熟。那个麻烦哦，就是规划一下，对，希望有机会我可以来到屏东。哦耶！哇，没有问题，太棒了，太棒了！大家其实都知道我虽然是屏东人，因为我爸爸妈妈是屏东人，对，那是离港人。那我阿嬷多哈底丢酒的边啊，板丹人，所以呢，对我来讲，屏东我很多的回忆。那很开心今天来到了潮州，可以借由我们铁道的关系，然后演唱这么多好听的歌曲给大家。我希望今天你们都有一个很开心的夜晚，谢谢你们。那接下来呢？我想说让老师休息一下。是，好，我们请张老师先这个回座休息一下。老师很客气，他说他就是要等我在台上把4首歌唱完，真的很拍死这样子。老师，你要不要找个椅子，我帮你准备一下？我们这里有帮老师准备这样子吗？对，因为我真的不好意思。是我们班区那边。我来搬这个哈，重大的这个给我，来。对，老师，我想。这个摇滚区就麻烦了。温暖的掌声好不好？哇，非常这个谦虚的这个金曲歌王哎。老师，如果真的有机会，我们要到屏东的演艺厅合作，那麻烦你听我接下来要唱的这些歌，你把它编成管乐，我们来合作看看，好不好？让我考虑一下。为什么要考虑？处长都答应了耶，我希望真的有机会。一定要来。好，没问题。那带来第一首歌呢，是我自己的创作，是我自己写的词，是首歌叫做《少年帮》，送给大家，谢谢。可以把这个管理谱吧。来了。不管成功的路我歹行，不管风雨将阮安怎拍，不管过程怎样去变化，不管结局会变安怎，免惊，失败根本无算啥。青春少年兄，伫海去理想的脚步一步一步行。不管别人怎样看我就是打拼做予你看。我的心头定向前行，创作好名声。不管头前风险偌大，我一定打拼做予你看。不管山会放，海会干，我会徛伫这，唱我的歌。全场的尖叫声在哪里？不管成功的路我歹行，不管风雨将阮安怎拍，不管过程怎样去变化，不管结局会变安怎，免惊，失败根本无算啥。青春少年兄，伫海去理想的脚步一步一步行。不管别人怎样看我就是打拼做予你看。
我的心头定向前行，创造好名声。不管头前风雨偌大，我一定打拼做好你看。不管山会放，海会大，我会徛伫这唱我的歌。可以吗？老师，这个可以吧？耶！好了，记得等消息，会有这么一天，我会在屏东演艺厅跟大家见面。然后呢，也跟我们的张指挥家一起合作。你们的尖叫声再给我们一次好不好？1、2、3。不管别人怎样看我就是打拼做予你看。我的心头定向前行，创造好名声。我不管头前风雨偌大，我一定打拼做予你看。不管山会放，海会大，我会徛伫这。不管别人怎样看我就是打拼做予你看。我的心头定向前行，创造好名声。不管头前风雨偌大，我一定打拼做予你看。不管山会放，海会大，我会徛伫这唱我的歌。谢谢。笑脸吗？是啦。那一天我去到那个演艺厅跟老师们合作的时候，在 rehearsal 的时候，老师那一天晚上刚好要去烤肉。对，那呢我就想说，哇，烤肉这么慎重的事情，我希望下次要约我啦。我也很喜欢烤肉，对，然后我比较。因为在减肥，所以我可以少吃一点，我可以帮你们烤。对，所以大家不要想象说什么弦乐、管乐好像距离很远，其实没有，他们是非常的平易近人的。那我也希望就是所有现场的朋友，你们可以去多多支持管乐团也好，弦乐团也好，因为我觉得这样子的音乐是非常棒的，而且音乐多元，大家都要去接触，希望给大家有这样子可以听这样子音乐的机会，谢谢大家，谢谢。接下来呢，我要唱这一首歌呢，再特别讲一下，因为这个是一首比较摇滚一点的歌曲。那刚好在去年的那个台北跨年呢，我跟一个重金属摇滚乐团血肉果汁机合作了我自己的专辑的歌，叫做《野行兵1.58郎》。我也很期待，就是如果用管乐的方式来呈现会是怎么样？老师你听看看好不好？《野行兵1.58郎》。生生世世，试条我的歌词，几分像你，不知影是伤心，也是酒醉，左右我的心思，离袂开你，你的几段感情。来来去去，追求的是自由，也是空虚。若无爱，哪通讲出嘴？因为伤心的人就会受认真。一杯缘分已经写，一杯心酸搁互我。亲像的歌语录，亲像的唱语讲，我无水过来一杯完全无人陪，一段缘分已经写，一段心酸搁为藏，我无的。
一张梦，活泼的一张空，希望讲你的身边一定有别人。好，老师听一下。这一段给你。一杯缘分的景象，一杯心酸的风雨。珍惜的空气讲，珍惜的笑意讲，我无情过来一杯换情无人陪。一段缘分的景象，一段心酸的围场。我无的一场梦，我破的一场空，希望讲你的身边。一定有别人。一杯缘分的景象，一杯心酸的好满。珍惜的讲与我，珍惜的笑与我，我无醉过来。一杯换情，无人陪，一段缘分的景象，一段心酸的围场。就算要变小梦，真是要变小梦，明知影伊的身边一定有别人。可以吗，老师？我回去练一下。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谢谢你愿意。好，刚刚呢，唱了都是比较摇滚一点，或是比较轻快的歌。那刚刚的我们那个小米县长，他唱了一句“送你到回家堂”。很多粉丝呢一直在敲碗请我唱这一首歌。那刚好今天借由小米县长也很喜欢这一首歌，所以呢，是不是要唱一下？这首《瞬间青春吧》会唱一起唱，谢谢。火车刚好进来了。第一句给你们了，好不好？希望这首歌呢
双人放手着爱自由飞。不是阮欠打，时代已经无同，查某人嘛有家己的想法。青春嘛，唱歌来甲忧愁，大声心情温柔。查某人嘛有家己的愿望，我是心一张卡，心内想起回人无着青春嘛，青春嘛，不是阮偏袒，时代已经无同，查某人嘛有家己。王力宏，查某人嘛有家己的愿望，再大声一点。查某人嘛，最后一次，查某人嘛有家己。掌声！谢谢你们，谢谢。好耶，谢谢。哇哦，非常抒情的一首歌曲哈。这个查某人嘛有家己的愿望啊，哈。好，那查甫人呢？查甫人听查甫人的，我就对。对，聪明。好，这个我想哈，傅凯的这个歌声真的是。带给大家非常不一样温暖的天空哈，这个让我们整个屏东都觉得非常的浪漫温柔起来。谢谢，太好了！而且刚好今天我先踩3下，因为呢，我只要讲到下雨就会下雨，所以呢，今天老天爷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天气，完全没有雨，也没有很大的风，所以呢，真的感谢老天爷，谢谢老天爷。是这个老天爷看到你要来唱歌，所以他也不敢下雨这样子。这样子吗？好，我们傅凯是我们的这个晴天王子，好不好？谢谢。好，对了，想跟你聊聊哈，这个你刚刚也讲说你妈妈好像是离港人，爸爸妈妈都是离港人，爸爸妈妈都是离港人，对。然后所以你从小就你在离港生的吗？还是？我是在旗山出生。OK。对，那因为现在阿公阿嬷他们都还亲戚们都还是住在屏东，住在离港这样子，所以基本上我还是有时候会回来看看亲戚啦，阿公阿嬷这样子。你敢看？咱屏东的囡仔就搞唱歌对不？谢谢。好，我们一起期待明年在屏东影音厅的演唱，好不好？那你现在就是你现在回来的话，那你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因为我觉得在地可能也有一些你的歌迷，他并不是屏东人嘛，那也不是离港人，那你要不要帮我们介绍一下？如果你回离港的话，有什么好吃好玩的？离港很多就是那个猪脚很有名啊，馄饨啊。那其实，在那个妈祖庙附近也很多好吃的东西，比如说附近有那个阿辉啊，还是小辉，我忘记了那个霸掌。对，小辉霸掌。花，它是花。小花霸掌。对，然后还有你刚说那个猪脚是赵寿山，对，这个非常非常好吃。对，然后还有那个附近还有一个阿贝，我忘记叫什么阿贝了。他的那个干面非常非常的好吃，
真的很好吃。是哈，对好，这个如果你有机会这个带回离港的话，是这个就开个吃播，好啊然后跟大家分享跟大家分享一下哈。是是是好，那我想哈，这次你来参加我们的铁道文化季，那你自己本身应该也很多这个坐火车的这个经验嘛？小时候其实因为要北上，有一些机会刚好就可以坐到火车，那跟阿嬷啊，就是跟表哥表姐就一起坐火车，然后记得以前小时候哈，我们坐火车的时候哈，阿妈都一定要准备一个便当，对不对？就是那个火车上面也会卖。哦，对，那我觉得那个便当到现在还是有那个铁盒的便当，还是很好吃。我的年代跟你的年代可能不一样，嘿我们那个年代是阿妈自己要准备便当，哦，是阿妈自己准备便当。对，所以你们的年代可能是对，在火车上就可以吃到非常好吃的便当。没错没错。哦，我们刚刚听到你好多非常好听的歌曲，那我们也知道你的专辑哈，这个非常每一个专辑都非常大卖。那可不可以帮我们跟歌迷们这个说一下，除了明年应该会有屏东演艺厅的演唱会之外，那你明年有没有什么新的出专辑的计划，或者有什么新的作品？这几个月呢，已经在筹备我的新作品、新专辑，然后也准备开始在录音了。然后明年呢，先跟大家预告一下，我会先回来台北流行音乐中心开个人演唱会。哦，对。那也希望大家如果喜欢我的歌，喜欢听我唱歌，可以携家带眷带你们家的不管是长辈啊或者小孩来听我唱歌。什么时候啊？大概在5月份的时候。明年5月的时候。明年5月的时候。要不要去？要不要去？谢谢。帮我们拍照，拍照纯真的。是。OK， 所以明年5月份会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高雄流行。高雄流行音乐中心这个。哇。是高雄。所以，因为你刚说回台北，我想说。流行乐是我讲台北吗？对，你讲高雄流行音乐中心啊，是的啦，是外国的。所以大家好像有一半的朋友，怎么办？要去台北哦，所以听到高雄的时候，大家又尖叫了一下。因为上次有在台北小巨蛋开了，他回来高雄是，对。好，所以明年5月的时候，好，那我们也知道你的这个行程，明年5月是在高雄嘛，所以我们再瞧一下屏东演艺厅要几月呢？请大家拭目以待，好不好？谢谢。好，那么接着下来要为我们带来什么歌曲呢？接下来我要唱的这一首歌呢，我最近帮了一个电影唱了一个主题曲，叫《我和我的赛车老爸》。那这一首歌呢，我觉得刚好回应南部唱这首歌，然后呢，南风这样徐徐吹来，非常的舒服。那就带来这一首《蓝红》送给大家，谢谢。好的，我们再次热情的掌声跟尖叫声，欢迎我们的金曲歌王许富凯。谢谢老师们，不好意思，因为我们做那么久。一样，我要唱这首歌之前，我都会跟大家讲一下，有空的话，想家的话，就打一通电话回去给自己的家人，或者是想家的时候买一张车票回去，见见自己的家人，聊聊天这样子，记得要孝顺。用西拍回来豆豆啊滚，爱滚雨绵绵相思才找袂长。有熟悉的窗开，有甜蜜的温存的红豆汤，有遐多记得遗弃无回，是啥物念伫离乡的少年家？是妈妈讲的话，是爸爸讲的话。藏在心底，阵阵南风了解阮的倔强，如今家乡已经变做他乡，望人身体健康，期待五载相逢，看会当我用少年时的懵懂。受尽风霜，追求我的理想，原来思乡也是一种力量。行着真沧桑，时间莫遐尼长，去互我看到恁面上的笑容，咱齐找南风。
心事一点一点，像海涌浮浮沉沉飘落人生，抬头看明月光，吃一碗红豆汤，嘴甜甜，心头哪会酸酸酸，阵阵南风了解阮的苦衷。 望人生体健康，期待搁再相逢，敢会当原谅少年时的懵懂？受尽风霜，追求我的理想，原来思乡也是一种力量。不惊热情沧桑，时间莫遐尼长。 我看着人生的笑容，阵阵南风了解阮的苦衷。如今家乡已经变做他乡，不惊热情沧桑，时间莫遐尼长。我看着人生的笑容。 OK， 接下来压轴最后一首歌，一样要跟我们的张指挥家以及我们的屏东联合管乐团一起合作今晚的最后一首歌。那我相信这一首歌呢，屏东也要请这个无关年纪的，这首歌非常的红，对，叫做《山顶黑高遐》，一起唱，谢谢。 山顶一个黑高遐，你是我的小爷。冬早到暗时打拼，无着开花开山壁。嘴念玲珑的歌声，后日歌声念袂停。你的歌声真好听，谁会念到出名？ 有听声看无呀，有来滴，我向山顶有来滴，歌声永远到底，人听有来滴，有来滴。阮的大心无够兄，逍遥自在真好命。我就听着心肝心酸心魂过一行，我三头是来听情歌。 山顶一个黑高遐，你是我张的小爷。冬早到暗时打拼，无着开花开山壁。嘴念玲珑的歌声，予你歌声念袂停。你的感情好听，谁会了解滋味？ 有听声看无呀，有来滴，我向山顶有来滴，歌声有来到底，人听有来滴，有来滴。阮的单身无够兄，逍遥自在真好命。朋友听着心肝心酸心魂过一行，无参透是家己求情者。You let
声看无影又在滴，我向山岭又在滴，歌声又演到底，人听又在滴，又在滴。阮的大声无够听，逍遥自在真好命。我又听的是我心酸心魂对你行，用三刀下一起吃。开声看无影又在滴，又在滴。谢谢。再一次掌声加尖叫声，谢谢我们金曲歌王许富凯，谢谢屏东联合管乐团，谢谢张友友老师。谢谢。好的，来，我们要进行一个特别的节目，就是拍照。好，来，我们先呢，老师跟我们的台上老师们跟我们富凯一起来拍一张团体照。好的。还有我们现场的各位凯迷们，这个呢，待会儿也会跟你们一起拍照哈，小张照。那我们先请老师跟屏东联合管乐团一起来拍照。哎，这个时候呢，我也要冲到那边去。姐姐，给我们辛苦的阿碧亚姐姐掌声一下，很辛苦，耶！耶！可以吗？谢谢。好，来，接下来是跟我们的歌迷们一起来拍照哈。来，大家坐在位置上，我们就是呢，哎，小心哦，来。哎，老师可以方便那个灯吗？可以吗？很能 Q， 很好。好，来，请我们的摄影师到台上来，然后我们歌迷朋友们，哎，小心，小心哦，小心哦，小心哦。这个你看，大家可以往中间靠哈，歌迷们可以往中间靠。谢谢我的粉丝，谢谢你们，谢谢。哦，对。好，来，我们请乐团老师们哈，可以移驾到我们，可以到伸展台，可以到伸展台。小心哦，小心。但是大家可能要稍微要小心点，要往后，可能要蹲着，因为这样子我们的歌迷才会拍得到。还是歌迷朋友们，你们要起立，站起来好了，因为这样子才会保证每一个人都有拍到哈。那如果在后面一点的歌迷朋友们，椅子可以借你踩啦，但是呢要小心哦，不要跌倒，好不好？刚有一位我们的歌迷呢就差点跌倒了，这样子我们富凯会这个心疼哦，哈。我们也非常谢谢所有今天来到我们潮州铁道园区的所有好朋友。好，来欢乐一点，我们把许富凯举高高。露出灿烂的笑容。好，比个赞哦，来比个赞。爱心。好，比个爱心。是我们周县长招牌手势，因为他是一个充满爱心的县长。好了吗？好，这一张哦，来，大家比个爱心。哇哦，谢谢，好的，谢谢，好，谢谢我们富凯，还有谢谢张友佑老师，也谢谢我们现场所有的富凯的歌迷们，也谢谢我们今天所有，谢谢富凯，谢谢。好，我们也谢谢今天所有来参加我们铁道第1届的屏东铁道文化季的所有好朋友们跟我们一起欣赏一场演唱会，而且不要忘记了我们屏东铁道文化季是从现在开始一直到11月26号为期。